因為樹葉是無蟲的隱身衣，因為草是蚱蜢的隱身衣，因為花是蝴蝶的隱身衣，因為穿上隱身衣，它們就好像不見了。還有一些東西，它們躲在樹幹裏，躲在花苞裏，躲在種子裏，不轉出來。你是看不到的。它們是什麼？它們就是嫩嫩的綠芽，漂亮的花，快要長出來的小樹。不過有些東西是真的看不見的，要用耳朵才聽得見，要用鼻子才聞得到。那是小蟲吱吱吱是的叫聲，那是花草淡淡的香味。還有些東西是用鼻子也聞不出來，用耳朵也聽不到的，那是空氣。以及樹葉從耳朵旁邊滑過去，那種樣的感覺。去拉長耳朵，仔細聽，你有沒有聽到小蟲吱吱的叫聲？去睜開眼睛，仔細看，你有沒有看到花草正在長出綠芽？去翻開泥土，仔細看，你有沒有看到泥土裏的
蠶寶寶，正在睡，香香甜甜的五角，噓噓噓，小聽點，小聲點，不要嚇跑了，花園裏各種看得到看不到的小可愛。